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啊。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療的第163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63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發的第163天。就在這個週末傳出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即將達成協議，但是這個局勢好像進入了一個非常詭異的局面。怎麼詭異呢？首先是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齊，他表示根據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戈齊表示，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將取決於美國是否就違反伊斯蘭堡協議向伊朗做出補償。與此同時伊朗和阿曼即將就組織船隻通過海峽的法律和技術問題達成協議。阿拉戈齊指出伊朗已不再接受此前的航行路線，並希望建立新的分道通航體系。由於這一過程在技術和法律層面較為複雜，雙方目前正商討在永久航線達成一致前使用臨時航線的可能性。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伊朗和阿曼軍方以及海軍官員已根據現有海圖展開磋商，也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間的這個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正在磋商之中。臨時協議對吧？臨時通航可能就要恢復，但是伊朗人又說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美國還得賠償。為什麼賠償呢？認為美國違反了伊斯蘭堡，就是美伊停火框架協議，你違反協議你就賠償。但是如果你要認為這是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齊這個挑刺兒那麼伊朗的強硬派的更狠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美國糾正其行為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阿拉戈齊說要賠償，因為這個美國違反了伊斯蘭堡這個停火框架協議。但是這個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衛隊強硬派說這個美國要停止威脅和地區戰爭，結束對伊朗的封鎖，賠償伊朗的戰爭損失，解除對伊朗的制裁，釋放伊朗的凍結資產。在這些沒有做到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所以特朗普也是沒脾氣這個伊朗人一邊跟阿曼談判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方案，而且雙方已經接近達成協議，一面又要求美國要賠償，要解除制裁，解除封鎖等等，讓特朗普簡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無所適從。伊斯蘭革命衛隊對霍爾木茲海峽採取了強硬立場，他們的發言人表示這條水道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國接受伊朗的條件之前是不會開放的。那個條件就是剛才說的那幾條他補充說對伊朗而言，這不僅僅是一條商業航道，還是他們因地理位置而完全打算利用的一種力量來源。根據阿聯酋通訊社8日報道，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證實，該公司一艘船當天凌晨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時遭到導彈襲擊。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說襲擊未造成人員受傷，目前局面可控。該公司並未提供遭襲船隻具體類型、導彈來源以及船隻受損情況等更多細節。阿聯酋外交部同日發表聲明，譴責伊朗用導彈襲擊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船隻的敵對行為。你看這個朗子一邊在跟阿曼談判，一邊恐嚇美國，一邊還在打擊通過阿曼那一側的油輪。這個朗子還是很厲害的根本就無視特朗普英國海事貿易管理局在霍爾木茲海峽南側的阿曼航道報告了新的船事件。你說特朗普對伊朗這幫人他能幹什麼呢？除了恐嚇特朗普親自下場談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協議，強硬回絕伊朗收費的企圖。特朗普稱正親自推動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協議，預計很快會有結果。美方已明確拒絕伊朗對過往船隻徵稅或收費的要求，憑借軍事力量和現有海上封鎖施壓，不排除必要時採取更強硬行動。同時，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伊朗銀行系統實施新一輪制裁，
分析人士擔憂伊朗意在拖延至美國中期選舉。伊朗就是這個意思啊。特朗普，你不是擔心中期選舉嗎？那這個就是軟肋，對吧？伊朗人就要狠狠地抓住這個軟肋。特朗普近日再度公開表態，聲稱對伊朗的戰爭很快就會結束，斷言伊朗撐不了太久，還放話等戰事收尾，美國很快就能重回往日的安穩日子。但是霍爾木茲海峽的現實似乎不支持特朗普的說法。特朗普5次揚言要發動大規模襲擊，最後都臨陣叫停。所謂很快結束的斷言，更像是為中期選舉安撫選民的輿論話術。眼看着被伊朗人打臉，对吧？伊朗人不僅否認跟美國在談判，而且要求美国投降。伊朗跟阿曼在談判，而且就是跟阿曼谈成了，也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然後就順手又打了阿联酋的油輪。打阿联酋的油輪，實際上就是打特朗普的臉，因為特朗普他說在談判，而且很順利。所以特朗普又要劃線了特朗普聲稱伊朗受到的教訓還不夠深刻，考慮重啟對伊朗大規模作戰行動。特朗普表示，伊朗襲擊阿聯酋商船不可接受，美軍將進行強力報復，對伊朗進行新一輪轟炸，以摧毀伊朗襲擊商船的能力。那就看這個周末美國會不會報復打擊伊朗的革命衛隊。總之，特朗普的願望再次落空他本來想這個周末阿曼和伊朗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實現通航，那這個又被伊朗人耍了。而這個美國副總統萬斯8月8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同伊朗正在對話，美伊衝突處於博弈的終局階段，美國正綜合運用外交、經濟和軍事等一系列手段，確保取得最好結果。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萬斯稱會看到伊朗一些人談論徵收通信費的問題，但伊朗方面已向美國表示，他們並無對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信費的計劃。美方當前最關注的是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盡可能多的運出石油和天然氣。美方正在觀察伊朗是否願意做出必要的長期改變，從而與美國建立更好的關係。如果伊朗不願意，美方會繼續施壓。看着伊朗人是在一邊對外放狠話，一邊也在忽悠萬斯和特朗普，一邊跟萬斯、特朗普說我們絕不收費，我們只是管理，我們也保障海峽通信安全，一邊对外說我們要收費。所以這個特朗普很無語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叫羅伯特·在半島電視台採訪中警告說他說特朗普陷入伊朗戰爭深陷阱。他說美國正陷入歷史上最邪惡的升級陷阱，與伊朗關係密切。他說美國的空襲和海軍打擊取得了戰術上的成功，但未能實現任何戰略目標，並認為伊朗比戰前更強大。帕普表示特朗普面臨接受伊朗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進一步升級衝突之間的選擇，沒有第三個選項。他警告說特朗普已經看到空中和海軍力量的極限，可能會被迫轉向地面行動，可能在中期選舉前尋求象徵性的勝利，也就是特朗普也有可能要進行地面行動。而這個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昨天再次表達了他的觀點。什麼觀點呢？他說我們認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伊朗政權崩潰。克魯茲多次譴責行政部門外交努力。他在接受採訪時稱，6月的備忘錄是災難和糟糕的交易，認為這將使德黑蘭獲得數十億美元的制裁緩解和3000億美元的開發展資金，同時鞏固在霍爾木茲海峽的永久作用。給他們3000億美元是極其糟糕的主意。2個月前這是個壞主意，今天也是，2個月後也會是壞主意。所以我希望我們不要走上那條路。也就是美國國內對伊朗的這個問題現在分裂也比較大，有人認為必須的打到底，直到毛拉政權崩潰。有的人說呢，趕緊退出吧。現在網上有2種聲音一個說美國現在這個愛國者導彈只有1700枚，這庫存遠遠不夠了。這個還是美國媒體報道的現在網上在熱炒，說美軍的庫存不夠了。還有媒體報道說這個
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向這個特朗普集團的那些高級助手啊，比如盧比奧啊、豪克塞斯啊等等啊，在吹風，說什麼呢？說美國最好尋求啊體面的退出伊朗戰爭。當然，這些很多都是美國媒体報道的，真假難辨啊。首先啊，說這個美國人的愛國者導彈不夠了，但是現在外界也在傳言，澤連斯基說了啊，特朗普跟烏克蘭已經達成了愛國者導彈的供應合同。根據路透社報道啊，說美國同意向巴林、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联酋出售5250枚防空導彈。此舉的目的是更換其耗盡的愛國者導彈系統庫存。這消息也挺亂的啊。然後就是美國媒體也報道啊，特朗普開始追究這個泄密者的責任，是誰說美國的這個武器不夠了？追究泄密者。那既然這叫泄密者，那不就說明美國的武器是真的不夠了嗎？所以網上說法很多啊。五角大楼表示啊，隨着伊朗戰爭耗盡供應，应要求美國军火公司加快產量。周三，美國副國防部長史蒂夫·伯格周三施壓行業領導，他們最多有21天時間提出推動更快、更具攻擊性的交付計劃和增加關鍵能力生產的計劃，也就是開足馬力啊，生產這些精確制導武器。目前看，美國內部啊和伊朗內部這個矛盾或者叫內鬥都很厲害。當然了，這個伊朗的內鬥呢是更勝一籌啊，伊朗的內鬥是更有意思。最近啊，關於伊朗國內這個領袖和總統佩泽西奇扬之間的這個鬥法呀，明裡暗裡的，对吧？公開的、半公開的，現在已經開始不避人了。而且國內的官媒也在紛紛報道伊朗國內的內鬥。佩泽西奇扬和那些義和派現在就是逼穆吉塔巴現身，逼最高領袖露面。果然啊，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露面了，是吧？再不出來不行了，是时候出来啊，展示一下自己的总，对吧？畢竟啊，這個以色列媒體都傳言啊，穆吉塔巴病危送醫，隨時可能斷氣。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啊，其實背後的目的啊，就是一個逼這個穆吉塔巴現身。當地時間8日，伊朗邁赫爾通訊社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關於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視頻。視頻沒有任何說明，也沒有具體的時間和內容，這是央視報道的啊。通過這個視頻可以看到啊，穆吉塔巴坐在那兒像個領袖，然後周邊的一群這個伊朗人呢，像虔誠的一個小學生在聽他的這個講話，圍成一圈啊，把他圍在中間。但是很多人眼尖的人啊說啊，這個視頻以前發過，這是庫存呢，就是以前這個伊朗的電視台放過這個視頻，現在又拿出來放，幾個意思啊？連央視都不信了，對不對？央視都說了，特別注明說這個視頻啊沒有說明，沒有任何說明啊，文字說明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時間和內容，到底只是展示了這麼一個影像。這個穆吉塔巴還有下面人在說什麼沒有？所以這個伊朗邁赫爾通訊社這個也是在革命衛队手上掌控的一個通讯社，拿出這個視頻來放，本來是不是想干擾視線，想告訴他的信眾粉絲穆吉塔巴好着呢，對吧？這外界傳言他死了，進醫院了，這個那個都是謠言啊。但是啊，這個並不能打消伊朗盤们們的顧慮。剛才已經說了，他對吧？掐頭去尾，只是一段影像，沒有說什麼時候拍的，沒有說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說啊跟什麼人講了什麼話，沒有。相反啊，伊朗又爆出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消息啊，這個消息就厲害了，伊朗政壇炸鍋啊！最高領袖的親戚名牌搞政變，25萬人隨時衝進德黑蘭。2020年8月，一段視頻在伊朗社交媒體瘋傳，直接把德黑蘭政壇炸懵了。這個視頻啊，展示的這名男子叫穆罕默德·巴蓋爾·哈拉奇，這個人很有意思啊，他的身份比他說的話更讓人感興趣。他是伊朗真主黨領袖，就是伊朗的真主黨領袖，高級神職人員，更是現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家族姻親，也就是這個哈拉奇的妹妹嫁給了穆吉塔巴的哥哥馬瑟，都是老哈梅内伊的兒子。那也就是這個哈拉奇跟現任的穆吉塔巴多少還是沾點沾親帶故。這個哈拉奇大家還記得吧？就是前不久啊，說這個佩泽西奇揚28次向穆吉塔巴辭職，穆吉塔巴終於受不了了，最後一次警告佩泽西奇揚，
如果你再辭職，我就同意了。所以從此以後啊，佩泽西奇扬再也不敢說辭職了。這個是哈拉奇說的。後來伊朗的這個總統辦公室啊，出面闢謠否定啊這個說法。結果這個哈拉奇又搞出一個事出來了啊，這個你到底是不是穆吉塔巴的親戚啊？就是這麼一個體核心圈的自己人，在鏡頭前一字一頓的宣布，他這次親自出鏡啊，拍了個視頻，說啊，他宣布什麼呢？說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體制已經行不通了，德黑蘭早已成立影子政權，隨時準備接管國家，他手裡握着60卷改革方案，連各個政府部門的運作細節都規劃好了。也就是這個哈拉奇啊，也就是穆吉塔巴的這個親戚啊，他說我手上有一整套關於伊朗的改革方案，伊朗現行體制已經運轉不下去了。你說這叫什麼事？這不是公然煽動嗎？顛覆嗎？颠吶，顛覆國家政權罪啊，應該馬上就抓呀。哈拉奇的目標很直白啊，說要招募25萬人，組建伊斯蘭政府，徹底換掉現行制度，明牌搞政變，連拉人公示都算好了。哈拉奇的計劃不是空喊口號，而是一套经過精確計算的動員方案。他給出了一道清晰的算術題，每個支持者去招募17個人，這17個人再各自發展17個下線，這就是老鼠會啊，傳銷啊，層層裂變，就能在全國湊齊25萬人。他甚至算好，只要每個城市組織250人，覆蓋伊朗1000個城市，就能達到目標。他毫不掩飾描繪最終行動，他一聲令下，所有人同時開進德黑蘭，就像那個朱拉尼啊開進这個大馬士革一樣啊。這個哈拉奇他已經想好了，他一聲令下，所有人都一起進入德黑蘭，這有點像東漢末年是吧？張角這個張寶張良是吧？他們還金軍起義啊，造反了，一個道理啊。到時候穆吉塔巴和文官政府都必須明白，25萬人聚集在首都意味着什麼。更狠的是，他直接否定了伊朗現行的選舉制度，直言永遠不理解投票選舉，並放話佩澤西奇揚的政府不可能以自然卸任的方式結束。什麼意思啊？也就是佩澤西奇揚，你現在你這個總統不會當到頭到任離職卸任，你得死在半路上。也就是我們要革命，就這意思啊。這套計劃已經不是暗地謀劃，而是對着文官集團甚至最高領袖本人公開發難。而這個哈拉奇怎麼敢這麼囂張呢？對吧？公然拍視頻，然後發到網上，號召伊朗大家組織起來，每個人發展17個下線，最快的速度達到25萬人就夠了，就齊了，咱們一起殺向德黑蘭。實際上，這個哈拉奇敢這麼囂張，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伊朗政壇長期撕裂的必然結果。就在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上，混亂場面已經預示了今天的局面。主戰派人士圍住總統佩澤西奇揚，不停地辱罵他賣國，甚至有人動手推搡，安保人員攔都攔不住。談判代表阿拉格齊被人追進小巷，石頭直接砸在他身上，叛徒的罵聲不绝於耳。這種混亂不是偶然，當前伊朗政壇以佩澤西奇揚為首的文官政府主張與美國談判，解除制裁，恢復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而以革命衛隊為核心的主戰派則堅決反對任何讓步，認為對美妥協就是動搖政權的根基。雙方的矛盾早已從台面下的路線分歧演變為公開的對抗。主戰派控制的媒體持續批評文官政府軟弱，甚至利用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名義制造分裂，而文官政府則堅持拒絕軍方的當軍方傀儡，強調談判是唯一出路。而佩澤西奇揚公開抱怨，如今想聯繫上穆吉塔巴都非常困難，有勢力故意利用最高領袖的決策流程制造分裂。這番話直接點破了伊朗的核心困境。穆吉塔巴雖然接任最高領袖，但遠沒有樹立起父親那樣的絕對權威，權力真空期給了極端勢力可乘之機，加上他自己也不露面，沒有聲音，沒有頭像，人間蒸發，音信全無。所以這種權力的真空那就給了各種勢力表演的舞台。哈拉奇不是普通的反對派，他是伊朗权力圈的老資格，更是一個從一而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他出身伊朗權貴家族，父親是負責選舉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成員，叔叔曾長期擔任伊朗的外長，兄弟也是資深外交官。2013年，他競選總統就承諾不留一滴血收回伊朗分離的領土，被當時的輿論視為向阿塞拜疆等國的挑釁，最終被神職機構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今年美伊衝突期間，他更是揚言德黑蘭必須擁有核武器，甚至要去炸美國海岸，還鼓勵在美國內部煽動種族戰爭。他敢搞公開政變，正是看準了當前伊朗社會的情緒。美伊2次停火都是特朗普主動收手，革命衛队又炸了不少美軍基地，很多伊朗人認為自己在戰場上占了便宜，應該繼續打下去，爭取最終的勝利。這種情緒給了他煽動民眾的底氣，讓他的25萬人計劃具備了一定的可行性。哈拉奇這樣的極端分子不僅沒有被制裁，反而一直穩坐德黑蘭高層之位。他對着最高領袖指手畫腳，肆意侮辱文官政府，卻始終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如果他真的借當前的混亂煽動成功，哪怕無法徹底顛覆體制，也會給伊朗社會造成嚴重的混亂，甚至全世界這個哈拉奇他這個要造反，不是說向文明邁進，而是要更保守、更極端，連佩澤西奇揚這麼個民選的總統也不能容忍。更可怕的是，他的計劃可能得到部分革命衛隊成員的暗中支持。革命衛队一直不滿文官政府的談判政策，而哈拉奇的极端主張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軍方和極端勢力合流，伊朗的局勢將徹底失控。伊朗當前的局勢就像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外部有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壓力，內部有主戰派和文官政府的激烈對抗，再加上哈拉奇這樣的極端分子明牌搞政變，德黑蘭已經走到了危險的邊緣。當一個國家的最高領袖親戚都公開策劃政變，這個政變是相對於文官政權、文官政府的政變，不是把這個毛拉統治要推翻。他要推翻的是佩澤西奇揚的這個民選政府。當葬禮變成政治對抗的戰場，當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被肆意煽動，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繼續要推進談判，伊朗的強硬派是要破壞談判。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呼籲擺脫不戰不和狀態，因為目前這種狀態封鎖伊朗是過不下去了。霍爾木茲海峽協議對方未履約，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在德黑蘭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伊朗不能無限期困在公開衝突與穩定和平之間，必須找到一條新的前進道路。他稱當前的不戰不和狀態反映了地區面臨的不確定性，伊朗希望擺脫長期不穩定，走向政治和安全條件更明確的局面。佩澤西奇揚指出根據伊朗與阿曼共同制定的協議中明確寫明了雙方應共同遵守條款，但對方並未履行。佩澤西奇揚同時強調自己就是佩澤西奇揚自己已經從霍爾木茲海峽相關事務中辭職，因為對方未按協議行事。佩澤西奇揚也甩鍋了以後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協議簽得不好別賴我可辭職了。就是霍爾木茲海峽這事我們可沒有管，沒有抓了，交給誰了呢？不知道。你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甩鍋，現在總統佩澤西奇揚也出來甩鍋了直接否認霍爾木茲海峽是我支持談的，是我參與，我可沒有參與你說朗子內鬥已經到什麼程度了？阿拉格奇這個哈拉奇號召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成員奪取伊朗首都德黑蘭的控制權，他敦促他們對抗政權的安全部隊，如果後者試圖阻止他們奪取首都控制權，則殺死他們。哈拉奇呼籲廢除總統職位，主張伊朗應完全由神人員統治。他還聲稱自己已經得到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支持，他的願景將用完全按照他解讀的伊斯蘭教法治理國家，取代伊朗現行政治體制，消除现有的憲法框架。簡單點說這個哈拉奇的主張就是徹底廢除現存的伊朗世俗政府體系，當然什麼伊朗國家議會你都得解散，也就是伊朗我公開搞神權，你們愛咋地咋地。所以特朗普本來應該打擊伊朗的強硬派，
是吧？削弱强硬派的實力，結果強硬派的實力沒有削弱，強硬派反而還越來越強，越來越極端。而以色列的媒體說啊，如果美國從撤出，對伊朗進一步的軍事升級，以色列正準備獨自打擊伊朗。之前，美國媒體剛爆出，美國參聯會主席丹·凱恩將軍私下向白宮高級官員明確表示，美國需要為伊朗戰爭尋找一條退出通道。同時啊，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上将於周六下午抵達以色列。這個庫珀上將抵達以色列幹什麼呢？是不是要商量對朗子的這個手術方案呢？根據《紐約時報》報道啊，說也門政府表示，在胡塞武裝對也門軍隊發動數日襲擊後，其部隊於周六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進行了報復。這是近期一系列衝突中的最新一起，有可能使也門再次陷入全面內戰。而這個美國的退役陸軍中校、國防優先智庫高級研究員丹尼爾·戴維斯，他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他說啊，伊朗重新開戰的風險正在上升。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巴蓋爾·佐爾加德提出了一系列條件，包括美國支付賠償並結束海上封鎖作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前提。美國絕不會預先向伊朗支付賠償來換取海峽開放。伊朗對此心知肚明。伊朗最可能的意圖是誘使美國重返大規模作戰行動。他們似乎在盤算，重返積極作戰將在短時間內進一步消耗美國的彈藥庫存，持續削弱本已過度拉升的美軍力量。總之啊，這個中東的局勢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起伏啊。我們繼續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